再去看世界，咱来去美国。这个测试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纽约有举办传统有指标性的活动——国际食烟枪比赛。今年的冠军是芝加哥来的，伊用10分钟食58分。 多组组的比赛剩30秒，伊同李贵已经食48分，美国冠强领先同组的人，最后食51分得到冠军。男组组的比赛伫强敌无来，也是有名大辉煌特斯纳特竞争之下，芝加哥来的贝托列提时间特别到啊，原来食原来他各罐饮料。And the winner is Patrick Bernaletti, 58, Nathan's Famous. 16摆伫这比赛得到冠军的策斯纳特今年无来，因为伊甲主办单位准备美国冠强堡的连锁快餐店奈森的竞争对手，无可能是无合作做到竞赛，无可能是无是一间是无把美国冠强制作商。With no Joey Chestnut, there's no Nathan Hot Dog contest. 伫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国际食美国冠强比赛是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指标性活动，真侪人去见证参加比赛人百拼食上济冠强，也有人伫真热天气穿冠强衫庆祝。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